大家好，我係 QQ 速度滾軸溜冰港隊運動員。而喺我身邊嘅係我嘅創科隊友。我哋將頂尖嘅運動科學理論變得容易明白，帶俾每一個人。無論係追求運動頂尖表現，定係為咗強身健體，合適咁補充水分同電解質相當重要。另一方面，業餘運動人士如果攝取水分不足，就會造成中暑，得不償失。而家大部分耐力型運動員都唔會等口渴先飲水，因為口渴感其實好唔準確。以運動研究學者Armstrong指出，口渴感大約流失身體2% 嘅水分先會感受到，已經算係輕度缺水。隨之而嚟嘅係一系列嘅負面影響。更大嘅風險係，只要飲翻1-2啖就已經冇咗口渴感，但係依然缺水。中暑好多時就係因為咁嘅原因。我哋嘅作品《先飲一步》就係綜合一系列科學研究成果而建構嘅運算模型，為戶外活動，特別係行山人士作出合適嘅水分管理同埋安全建議。第一步，風險評估，只要輸入溫度、濕度、陽光定陰天，程式就會推算出暑熱壓力指數 WBGT。呢一個可以算係運動科學所用嘅黃金標準。我哋會就住呢一個標準為用戶提出安全建議。第二步，帶水建議，留意天氣變化，帶夠水同注意防曬。就梗係唔會好似宣傳廣告嗰樽咁少啦。喺輸入體重後，我哋嘅模型會按照運動時長建議整個活動需要帶嘅水量。出發前就唔使擔心帶多會太重，帶少又唔夠。如果係行山人士嘅話，我哋仲有埋熱門路線資料去俾用戶揀。第三步，主動飲水建議，將專業運動員嘅科學變得簡單，計算出水分流失，建議飲水節奏。唔使等口渴，亦都唔使怕飲太多要去廁所。最後一步，補充電解質，唔係幫運動飲品賣廣告，補充足夠鹽分先可以令我哋有效補充水分。作品亦會就電解質飲品作出建議。透過我哋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全咁樣享受運動嘅樂趣啦。